立法院审查选罢法甲宪法诉讼案的修正草案，目前三读通过，要提议罢免，要连署拢得爱假身份证，嘛提关宪法法庭判决的条件。那今日一间高中办园游会，那像是要发放奖品甲食物，结果人阵相争相打，造成35个人死亡，6个人重伤。美国电商平台 Amazon 公司的员工趁这阵耶诞假期，真侪人要买年骨的大粿，展开大规模的罢工，就是要来争取加减薪水。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田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到这个立法院今仔日是咧审查选罢法甲宪法诉讼案，也佮有在违法这三大修正草案。目前是已经三读通过，要提议罢免，要连署拢得爱假身份证。另外，嘛有三读通过提关宪法法庭判决的条件。这条野立委是拢无共识，爆发严重的冲突。立法院20透早，二零每一个出入口，互民进党用椅仔甲人墙封条的，为了阻挡选罢法、宪诉法也甲在违法的修正草案通过，立院立委19暗时破坏议场玻璃，占主席台。执政党的立委竟然以暴力的方式破坏国会，在国会里面搞戒严，要瘫痪国会对于行政权的监督制衡。不过，伫国民党成功破门了后，由立委陈玉珍去甲台顶的立委纠错，主席台顶也不时听出哀叫声。成功夺回主席台了后，院长韩国瑜伫国民党的介入下宣布开会，用举手表决通过选罢法部分条文三读。罢免案提议人甲连署人名册、爱护身份证正反影本，乃至用别人的个资连署，会当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还是换用罚金的上关100万。现在台湾人对个资有多么保护，就是会让大家多一层考虑，降低联署的意愿，就是加严罢免啊。伫宪法诉讼法的部分，已经通过国民党提案，甲修正条文施行日期由司法院定的改做公布日施行，也甲民众党的版本，大法官有开业时阵，总统爱伫2个月内补足提名。啊，不过修正有关大法官总额，也甲实现条件修正，引起立委的不满。跟人民有仇啊！要让人民诉请法律违宪，保障他的人民权利，变得遥不可及啊！只有违宪最困难，为什么？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最怕他们的修法被大法官宣布违宪。立院批评在野党最后才提出来表决的秘密条文，是将司法权摕互立法院吞大。那边党团嘛出招，提案延长开会，表决大战持续战到暗时12点，也会继续审查中央分配地方税收比例的在违法修正案。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审查选罢法等等的修正草案，引起民间，佮在举行青鸟集会，召集大阵的民众来到立法院的外口反对强硬修法，甚至是有民众塞到雨伞要冲入去到立法院内底，结果甲警方来爆发冲突。让我们一起在海下口号。抗议民众情绪真激动，甲维安警方来对立，想要甲围栏撒开，入去立法院，双方几下摆撒来撒去，混乱中也人跋倒伫涂骹。停止开会，退回选罢法。大声发出口号，表达反对立法院审议选罢法加修正草案。民团搁再发起青鸟集会，下晡3点半发出，超过1万人集合，并且提出退回争议法案这5大诉求。多名民进党立委也到场，甲群众致意。因来党团总召郭建明坦白讲，烦恼青鸟走入去立法院会造成事态扩大，所以决定考劝民众退离。大家讲几句话好吗？一完一场，撑够1个月。那这个国民党的所有恶行都没有办法遂行，但是我们最后注意到，只要重新议场的时候，发生流血冲突事件，还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不得不来。我们目前既有我们中正一分局，还有大同分局跟文山2分局来执勤，总共警力数大概是200名，还有规划200名警力在各分局待命，如果有必要才会过来支援。府情以外，维安的中正一分局讲，就派出200名警力，会看上好增加人力的部署，也立法院内部继续由保六总队改编。希望民主进步党党团立刻提出宪法诉讼，因为这样的条文明显是违宪的。
民团讲的呼吁民进党团对通过三读的选罢法提出宪法官司加暂时处分的申请来反制。原本下晡有公开活动的行政院长杜英泰、副院长陈立军拢临时取消行程。杜英泰经由声明向立法院长韩国瑜发话，表示希望暂时按下政治性客观、有争议、无强势法案，强调若是有任何违反程序的决议，会无法得到人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中的全联仓库工地火烧，造成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初步研判是3楼施工的火车落入去地下室，引发大火。台中市府甲职安署是宣布，要依照违反建筑法甲职安法，下令停工限期改善，而且要开发。若火灾请乌烟，嘛要依照空污法，相当会当罚到500万。4层楼悬的仓储厂房大火过了后，差不多烧甲全毁。消防轿车开入厂区，开始火调工作。财政坑伫现场的建材，专连伫台中大道的仓储新建工程，19发生大火，造成94伤的重大工安意外。火调区初步研判，是工人伫3楼做金属切割作业的时阵产生火星，落入地下室，引起火灾。PS 板是用在现场那个隔热用的，因为它现场是冷冻仓储嘛。所以它铺设蛮多的 PS 保丽龙板，当然现场有没有油漆我们现场还要去做采证。导火点伫地下1楼，头壳已经铺设好隔热用的钛刀的 PS 棒，本来一定拜六要灌浆，是不是安尼引起火灾？消防局嘛甲 PS 棒带回化验，确认是不是有含钛刀的油漆。另外，营造时间单位牵涉到违反职安法实施规则，并无注意无共工作间综合管理责任，职安署已经下令先停工，后续调查事实，会当按时间项目各罚相关30万的罚款。远离一些燃烧物，再来就是火星要有一些防火毯把它保护起来，因为火花会跳。而且它这个是挑高一旦发生火灾是有烟囱效应，是非常可怕，而且又密闭，那不完全燃烧，人就逃生就非常困难。杜发局依违反建筑法第63条，未有维护安全、防范危险及预防火灾之适当设备或措施，除依同法第89条采处新台币9万元罚款外，将依工地火灾 SOP。函示勒令停工及限期改善。台中市政府另外依照违反建筑法第63条，无防范危险也甲预防火灾适当设备也是措施，罚9万块，以及火灾造成真大火分 PM2.5 浓度捌达到每立方公尺1517微克，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规范。这个污染事实是明确，但是第二个就是火灾原因，我们要等这个检察官正式的确定之后。再根据这个原因来决定开罚，那最高可以开罚到500万。环保局讲 PM2.5 浓度已经超过标准达15微克100倍，相关会当罚加500万罚款。但是市政府后续也会依照消防局火场监视报告查清楚谁爱负责。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内阁有啥物大代志来关心卫福部的霸凌案调查8案件，结果敢若3案成立，而且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阁指出，有2个牵涉到霸凌案的人，竟然从升职去到主笔室，批评卫福部的主笔室根本就咧培养霸凌者。原来卫福部长邱泰源是批回讲，这类人只是集中伫遮咧管理。再来关心，咱国出现今年头一个境外移入的赖病个案，这是一个法国籍的查甫人，进前伫咧法国学堂加着了后起粒仔，来到台湾才验到是去感染着赖病这个病症。大部分是会起粒仔、起红斑，不过若无好好治疗，恐惊是会去影响着心脏也是神经系统。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是去参加华府地区的座谈会，针对中国主张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布林肯反驳讲，台湾是咱全世界代志才对。伊也讲，拜登政府这4年来是拍拼要互国际愈重视台海危机，因为这恐惊是会去影响到全世界这半导体的产能甲商业运输等等。而且看到即马罗西亚拍乌克兰的状况，欧洲各国也了解到爱主动甲罗西亚徛共边的中国，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特别是即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参加华府地区外交关系协会座谈会，等于看拜登政府4年来外交政策的成果，提出美国和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台海议题，了解台湾并不是中国的内政。What is China say every time the word Taiwan comes up? Don't even mention it. It's no one's business but our own. What we've been able to do is, I think, open the eyes of almost the entire world to the fact that no. Fundamentally, this is everyone's business because were there to be a crisis over Taiwan,
the entire world would be affected by it. 但是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特别伫明年1月20登来到白宫，而且川普捌真侪摆表达台湾应该向美国来纳防务费用，嘛无愿意对防卫台湾表态，各界关注美方对台湾的战略敢会改变。U.S. Taiwan policy and U.S. China policy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over the past 45 years. It has, I think, succeeded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 and I think it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basic direction that U.S. policy will remain. I think our goal is to make sure nothing does happen. I don't have a ticket on standby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是对要请去工商协进会发表专题演讲，家己是台湾竞赛的 AIT 处长郭立言，访问到若中国侵略敢会放杀台湾的时阵，伊笑讲家己无登去美国的拍算，而且强调美国对台湾有承诺，而且有下党派的支持，袂因为政党轮替就改变。伊嘛回应台湾企业界正关心的经贸议题。We see just continued growth and cooperation in this area, and this is, as I mentioned, it's the beating hear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U.S. and Taiwan are so well positioned to dominate this sector, particularly as we move into AI applications and all of the downstream or all the related industries. 国立业嘛讲，台美伫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并不是任何游戏，有信心晶片的制造会群流台湾，但是嘛有空间刷去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形容过去10年是台湾的黄金年代，希望台美做伙来开创未来10年的选择年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俄乌战争，当时正会收煞，罗西埃总统普廷表示讲，伊随时会当甲要促进和平协议的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来见面讨论。然后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伊也表示讲，希望 Trump 甲乌克兰徛做伙。不过 Trump 到底是较偏向倒一边，目前是也未表态。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将记者会超过4点钟27分，会谈数十个国内外问题。提到乌克兰战争方面，伊表示，军队咧向乌克兰主要目标行。Речь идет не о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не на 100, там 200, 300 метров. Наши бойцы возвращают территорию квадратными километрами.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каждый день. 普京也讲到，真古球新型基因素飞弹在1月1日向乌克兰第二波罗区发射一粒真古球，西方国家对伊威力是怀疑的态度。Сосредоточат туда все свои силы ПВО и ПРО, а мы нанесем туда удар орешником и посмотрим, что будет. Мы к такому эксперименту готовы. Готова ли другая сторона? Почему такое название? Честно, не знаю. 普京阁安怎看待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所讲的促成乌克兰和平协议？ Вновь избранному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когда мы с ним встретимся. Ну, во-первых, я не знаю, когда мы с ним встретим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об этом ничего не говорит. Я с ним вообще не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 более 4 лет.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布鲁塞尔参加欧平理事会时阵表示，对要上任的川普有话要讲。What emotions? Welcome, Donald. I want very much to have him on our side. For me, it's very importan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him more details about this war. Putin is not adequate, and he's very dangerous for everybody. I think he's crazy. 泽伦斯基表示，就未来并靠展展开停火谈判。乌克兰当然想要和平，不过需要强大安全保证，无只是将冲突冻结。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 伫咧奈及利亚一间高中当咧举办园游会，咱就是要发放奖品甲食物，结果一大群人相争要抢，引发小 A 小大的事件，造成35个学生死亡，6个人重伤。这已经是今年奈及利亚至少第3件小 A 小大的死亡事故。规道卡拢是本数，学校内底4个乱糟糟。奈及利亚第3大城以巴丹市的巴索伦伊斯兰高中，拜3发生严重的人打人事件。 当时学校内底正伫举办园游会，原本计划开放予5000人参加。主办单位讲会发放奖品甲食物，结果一日来伤侪人。另外现场也无保全人员来维护特殊，人伤侪，民众拢客来客去，结果发生人打人的事件，造成35名学生死亡，6人重伤，其中大部分拢是囡仔。There were 6 altogether. Altogether, exactly. Yes, so 2 survivors, 4 dead. One has been taken away by the parents. Police are aware of that. So we still have 3 corpses.
这个人打人的意外和欢乐活动变调，警方讲主要赞助单位包含当地基金会甲广播电台，将官方已经甲主要赞助者总共8个人抓起来。奈及利亚总统体育部拜四也发表声明，公开哀悼这个悲剧，并且慰问当地民众甲失去囡仔的家庭。州政府方面是讲，官方对着举办这场活动的组织无了解，尽看来这活动真凊彩，才互这场原本会使完全避免的悲剧发生。Government would dig deeper into this incident, and from the snippets information that I have collected, they mentioned some names, and I have directed that both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and the Director of State Security should invite the individuals that were mentioned, and I'm sure they are doing so as we speak. 奈及利亚最近已经发生多件人打人死亡事件。今年3月中部的纳萨拉瓦州大学的人打人事故，造成2名学生死亡，23人受伤。当时97人才集合等待当地政府派送米。刚一个月看完时间，在北部城市保持一个火野人办公室外口等待要领礼品的活动中，有4名妇女在人杀人事件中死亡。公视新闻张路平编译。伫咧越南河内有一间酒吧半暝火烧，造成1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警方有抓到一个大约50岁嫌犯，指出就是这个嫌犯甲店员冤家，才去买汽油来放火。伫咧酒吧内底，规涂骹拢是泡，建筑物规个拢火火烧甲乌臭焦。这是伫咧越南布袋一间3层楼的卡拉 OK 酒吧。18项突然间导火，火正紧就炭烧到规栋建筑物，有真侪人客掉伫咧店内无法度出来。上被赶来了，救出7个人，2个人送病去。不过尾也发现有11个人死伫咧内面。ra cô mở cửa thì cô thấy cột khói nó lên kinh quá, cô chạy lên cô gọi cháu cô. Đấy, có mỗi 2 bà cháu ở nhà, cô gọi cháu cô là bao nơi cháy rồi, hàng xóm cháy rồi, đi xuống mau lên. Cô mới hô xung quanh là. 当局宣布抓到一个差不多50岁男性嫌犯，警方的声明讲，嫌犯承认伊家店员起冤家，尾仔就买汽油，抛伫咧酒吧1楼的一台乌托邦了后点火。有目击者讲听到爆炸的声音，还佫闻到正臭的汽油味。Dãy xe máy ở ngoài khoảng độ lúc bấy giờ nhìn khoảng 5-6 chiếc, bùng cháy dữ dội luôn, chặn hết cửa. Phải đến khoảng độ 15-20 phút sau thì thấy có một người ở trên lan can tầng 3。伫咧越南人口多的城市，常常发生火灾，佮加上安全标准较低，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效果。根据统计，2017到2020年之间，差不多发生17000件火灾，造成433人死亡。这场悲剧也互越南总理范明政下令彻底调查，严厉惩罚任何违反安全规定的人。公视新闻张伟林编译。法国有一个查甫人长期对伊的太太下药啊，互真侪人来性侵伊的太太。19是宣判讲，这51个被告分别爱判3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因为这个查甫人是爱判20档的刑期。吉赛尔佩利克性侵案宣判即天，亚维隆法院内内外外客满媒体记者、原告被告的亲友，也有大庭关心案情发展的民众。5个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宣告72岁主被告多米尼克有罪，个按检方求处相当刑罚20年定罪。伫庭内的多米尼克当场激动甲哭出来。庭外的民众是欢喜甲大声喊声，其他50个年纪为27岁至74岁不等的被告，分别互人判3年至15年不等的徒刑。吉赛尔行出法庭，对媒体发表个人的看法，感谢亲人也有支持者，甚至是3个外月以来详细追踪报道案情的新闻记者。记者问伊对判决是不是满意，伊的回答是尊重司法的决定。J'ai voulu, en ouvrant les portes de ce procès le 2 septembre dernier, que la société puisse se saisir des débats qui s'y sont tenus. Je n'ai jamais regretté cette décision. J'ai confiance à présent en notre capacité à saisir collectivement un avenir dans lequel chacun, femme et homme, puisse vivre en harmonie, dans le respect et la compréhension mutuelle. Je vous remercie. Madame Philippe, vous êtes satisfaite des
africaine. Et je respecte l'accord et la décision de Singapore. Les peines sont suffisantes selon vous? 这件亲翁下药啊未分家后，邀请身份人入来性侵达90年案件，恐怖甲社会程度，互各界真惊吓。72岁吉塞尔罕见的主动放弃个人的隐私，勇敢选择公开审判做法，也得到国内外大大的学历甲尊敬，成为新女性主义的英雄，名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全球百大女性。Venir montrer qu'en fait, regardez ces 51 co-accusés. Ce sont des hommes ordinaires de toutes les classes sociales, de toutes les couleurs, de tous les métiers, de tous les profils aussi. Et donc de montrer que finalement, un violeur, c'est ni un étranger sous OQTF et ni un monstre, ni quelqu'un qu'il faudrait pathologiser. En fait, c'est la société qui permet. 判决公布了后，法国新上任的总理贝福、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德国总理肖兹拢做回答文，俄罗吉塞尔是时代模范，对伊表达感谢。审判迄天透早，法院对面的壁就挂真大白，顶悬写“感谢你，吉塞尔”这几个大字。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的 A 型 H5N1 禽流感病毒为着年牛，即马佮传去到16个州，造成61个人感染。即马是已经出现头一个人类的重症个案。另外，加州嘛，因为感染禽流感的年牛真济，已经占到全国病例3/4，所以州长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强因应。A 型 H5N1 禽流感病毒今年3月头一届伫美国互人发现，伫鹿农场的年牛身躯出现，各大已经有16个州至少866只牛感染着，有61个人破病。路易斯安那州一个65岁以上本身就已经有医疗病史的患者，接触家己后花园的病症了后，18出现严重呼吸道疾病的症头，住院治疗，互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 CDC 列作第一件重症病例。另外一方面，为着严格防范禽流感病毒扩散，加州州长纽森18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Basically, the situation is that there's a lot of H5N1 in the U.S. It is being spread to humans via both cows as well as poultry and wild birds. And this has created essentially a nationwide risk for human exposure. 加州今年8月头一届伫中央各地鹿农场发现 H5N1 禽流感病毒，就开始伫大型牛奶处理场进行检验，已经伫650只牛的身躯发现病毒，占全国感染牛总数的3/4。洛杉矶通报2件厝内猫啉着青奶死亡的病例，商店所卖青奶进前几礼拜已经全面互人回收。当局嘛特别警告民众，千万唔通啉无经过高温消毒的青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电商平台 Amazon 公司的员工趁这阵元旦假期，真侪人要买面的大月，展开大规模的罢工，也就是要来争取加添薪水，嘛要要求资方爱改善工作环境。亚马逊员工伫美国时间19早起6点开始罢工，范围包含亚马逊伫全美国各大城市7间厂房，为纽约、亚特兰大到旧金山拢有。即嘛是美国的圣诞假期，是亚马逊人力需求上大时阵。员工希望借由即届罢工，向资方施加压力，通争取更较好的薪资，也甲更较安全的工作环境。We're working and doing these jobs and sacrificing our bodies, and we're not even getting a livable wage to live in the city for the city that we provide our service for. And not only do I look at my coworkers and see how just dog tired and wear and tear it takes on their bodies, but we're not even given proper benefits. 组织这场行动的货车司机兄弟会表示，这是亚马逊历史上上大规模的罢工。本来因要求亚马逊资方要伫顶礼拜日进前展开谈判，不过资方拒绝。工会放调要搁用其他手段，不过亚马逊员工的总数达到150万，敢若较无1万人加入工会，比例伫1%以下。亚马逊发言人是讲，工会根本无法度争取到有够的支持，只好甲毋是公司的人诱入来罢工。
安尼做事正危险，佫无适当。不过亚马逊长期以来，互人批评是劳动条件无好，佫捌真侪届受到美国劳工部的罚单，讲亚马逊厂房无顾员工安全。虽然今年9月，亚马逊捌宣布要为每一个员工加薪至少每点钟1.5美金，差不多是台票49块，拢总支出720亿台票，也毋过看会出来无达到工会5万。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咱后礼拜共这个时间再会。